主后2022年6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前方宣告，后方支援。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1节到11节。我保罗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奴仆。阮写批予住伫腓立比甲基督耶稣结连拢总的信徒，以及各位监督甲执事。监督甲执事嘛通译做领袖甲助手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特别想到恁的时，拢感谢我的上帝。特别为着恁正人祈祷的时，拢用欢喜的心祈求，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，拢有同心协力伫传福音。我深信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会伫基督耶稣会过来的日，甲迄个工作完成。我常常伫想念恁，对恁众人有即款的感情是当然的，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，也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甲作证的时，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。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，偌尔想念恁大家，上帝通甲我作证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，恁的疼会哪加添，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，互恁会晓分别什么才是上好。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诚侪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，通将荣光甲学乐归乎上帝。真侪人拢算过志愿前线的游戏，当主持的人喊前方有需要，所有人都爱大声回应后方来支援。接续主持人会提出前方需要的物件，逐组就爱紧设法收集主持人讲到的逐种物件、物资，甲物资排做一热，看倒一组排上长、上紧完成，迄一组就赢。小组要会当胜利，逐个组员必须爱积极合作。游戏点出前方军队伫作战，需要后方来做支援。宣教是属灵征战，宣教师伫抢救灵魂，也需要后方强力的带导甲关怀。也就是讲，宣教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就算是坚信上帝的人，一旦拄着艰难困境，也会互人深感挫败。这时，后方的关怀接应，就会诚侪宣教师上大支撑力量。我伫台湾东部偏乡山区教会伫牧会，暝深夜静，无半人影。毋过，若想到西部关怀我的后援者，就互我精神振奋，无阁孤单，因为相信上帝为我安排后方支援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宣教上得力的后方支援之一。这间教会是保罗第2摆宣教去到特罗亚的时，伫一个异象中听到马其顿呼声，了后前往欧洲所建立头一间的教会。腓立比教会是外邦人做主体的教会，
信徒热心奉献，对教会建立的开始，就不断地供应保罗宣教的需要。伫初代正教会中，腓立比教会堪称是上纯洁、忠信的教会楷模。保罗受关禁伫监狱的时，腓立比教会遣派以巴弗提送款项去资助伊，甚至互以巴弗提留踮伫保罗身躯边，伫照顾伊。后来，以巴弗提劳苦破重病，样样要死去，因为受上帝怜悯，有得到医治。保罗就甲提摩太联名写批，互以巴弗提带批转去互腓立比教会。批内，保罗除了向众人表达感谢，也安慰圣徒，毋通因为伊受关禁，忧愁看虑，反倒当着喜乐。当时，腓立比教会拄遭受压迫，佫毋甘保罗落家受苦，直到因意志消沉，心内不安。保罗伫批内尽量地安慰因，表明伊的受苦颠倒互福音得到兴旺。伫批信中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充满感谢甲称赞。真少责备的话，伊讲：我特别想到恁的时，拢感谢我的上帝；特别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，拢用欢喜的心祈求。可见保罗甲腓立比教会的情感真深。伫前线底宣教，需要后方做支援。保罗宣教的成功，伫后方做支援的腓立比教会功劳真大。今仔日的福音战场也同款，你我若无踮伫前线，也无伫行往前线的路上，安尼就应该诚侪前线有力的后方支援。默想，伫宣教的属灵战场，我若毋是前线的战士，就爱诚侪后方的有力支援。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明白，家己若毋是诚侪宣教者，就爱诚侪宣教师后方有力的支援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